大家问千万二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2天的新闻报道，台大病院治疗胃癌的效益比一般高5倍，成果嘛已经刊入咧国际期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癌、胃癌的癌、头壳癌癌第5条。咱早讲癌是一款病，得癌古早嘛有人讲是生歹命啊，因为人体细胞无正常一直增加，正做恶性肿瘤，就会伫体内窜去别位，恐惊就会害人无命。虽讲伫西元前2600年，古埃及的册都有相关的记录，也毋过是一直到18世纪，现代流行病学才有相关的研究。量基到1950年代开始发现基因突变嘛会造成癌症。所以，伫1932年，台积大书店也佫无癌症的相关解说。若现代经济生伫无共的部位有无共的名称，像讲生伫胃或者胃癌，生伫肺或者肺癌，若是生伫胸腔或者脸癌等等。带大家做过来了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肝癌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发生伫肝脏的恶性肿瘤。第2个词读做血癌，这是讲血内底白血球发生恶性病变所造成的症头，会当分做急性甲慢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肝癌是亚洲甲非洲地区常在看到的癌症。年岁愈大，发生率就愈悬。若是讲治疗血癌，本来是足好治疗，不过这几年来，医学研究有新的发展，嘛替病人带来新的希望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癌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